歡迎收聽有聲專欄，呢集嘅主題係英國選舉制度嘅錯位與出路，讓每一票都算數。英國自視為民主典範，制度就冇與時並進，贏者全取選舉方式沿用百年，原意在於簡化程序，避免政局分裂，重在防弊而唔係選賢。但係時代變咗啦，社會唔單止淨係得兩種聲音。呢套制度嘅局限，如今顯然易見。贏者全取嘅規則好簡單，每一區淨係選一個人，得票最多者勝出，其他選票不具效力。呢個喺兩黨競爭嘅年代或者合理嘅，但係到咗今日嘅多黨格局就顯得失真啦。2024年大選，工黨得票33.7%。但係就贏咗63%嘅議席，改革黨得14.3%，綠黨得6.7%，兩黨夾埋超過20%選票，但係就只係得9席啫。當多數人嘅選票未能夠化為代表權，民主嘅比例就出現咗問題。呢個就唔係偶然，而係長年結構性嘅偏差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，幾乎冇一屆政府獲得超過過半選票，執政黨好多時都係用30%幾嘅選票就可以組成政府啦。唯一嘅例外係2010年保守黨同埋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，兩黨合計59.1%嘅選票，但即使總票數過半，席次仍然被大幅扭曲。自由民主黨得票接近1/4，議席就只係得1%。呢種落差削弱咗制度嘅說服力。支持者或者咁講，贏者全取能夠保穩定，免政壇碎裂。呢個講法都不無道理，但係喺多元社會下邊，穩定就唔能夠靠壓抑。少數派如果長期被排除政治之外，民意難免積聚不滿。當選民覺得投邊個都冇用，投票率自然下降，政治熱情隨之冷卻。長遠而言，呢個比政局動盪更加值得擔心。事實上，英國內部已經有唔同選制並行嘅經驗。蘇格蘭同埋威爾斯嘅議會採用附加議席制，北愛爾蘭用單一可轉移投票制。地方層面嗰方面，威爾斯更將於2026年全面改為比例代表制。呢啲例子說明制度改革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已經有現成嘅路徑可循。比例代表制未必完美，但係能夠令議席更加貼近民意，令每一票都有價值。佢要求政黨協商，亦都培養共治文化。如果英格蘭地方政府同埋下議院能夠逐步採納，英國嘅民主將會更為完整，更具包容性。制度唔單止係一個傳統，亦都要回應現實。舊制度曾經帶嚟穩定，今日就限制咗代表性啦。英國如果要重建民眾對政治信任，就應該勇於調整方向，令每一票都能夠發揮作用。畢竟民主嘅真諦唔係淨係在於邊個贏出，而係在於每一個人都可以被聽見。